咁我哋就因為上一次查咗加拉太書第二章啦，今日我睇一睇加拉太書第二章嘅問題，應該係有11條題目，咁我哋大家預備咗咧就可以就隨便嚟到答啦，都唔係太難嘅，應該都幾容易。第一條咧就係本章，即係第二章啦，保羅上耶路撒冷嘅原因係乜嘢咧？耶路撒冷為真理嘅辯護，外邦人傳福音，係為真理講説話啦，為向外邦人傳福音，嗰個得到個果效係啦，就我咁樣寫啦，就向使徒確認，因為有耶路撒冷有好多使徒喺度嘛，確認外邦信徒唔需要守割禮都可以得救，因為保羅向佢哋傳福音嘅時候，聽咗福音信耶穌都可以得救，唔需要守割禮。咁呢個第一啦。點解佢上去耶路撒冷就係因為要即係報告一下，好叫耶路撒冷嘅使徒都知道佢所做嘅工作，好叫佢嘅工作唔會徒然啦。因為啲人如果唔承認咧，就唔好啦嚇，變咗好多懷疑喺當中。第二條咧就係提多係猶太人，抑或外邦人咧？佢有冇受割禮啊？冇外邦人外邦人冇受割禮，係啦，啱。第三條咧就在基督裏享有自由啊！呢章書咪有講自由嘅，咁可唔可以隨便犯罪啊？如果有咁自由嘅話，唔可以得咧，係咪？唔得㗎嚇，都有原因㗎，唔可以㗎，因為呢個原因係指脫離律法捆綁嗰個自由，唔係話等於係任意妄為嗰個自由喎，即係中意犯罪就犯罪嚇。即係唔係話因為律法要守律法先得救，就唔使咁樣遵守嗰個自由啫。但係仍然係要守着神俾我哋嗰個吩咐同埋教訓嘅。咁有名望嘅人係指咩人呢？呢一章裏邊提到有啲有名望嘅人啊，教會嘅領袖咯。教會領袖係教會嘅領袖。第五條咧就係邊個係教會嘅柱石啊？有領袖啦，有柱石喎，邊個係咧？彼得啦、雅各啊、約翰。係啦，經文都有講下呢三位使徒啊，亦都當然係領袖啦。第六條喎，彼得同保羅傳福音嘅對象有冇唔同啊？彼得係向猶太人傳道，保羅係向外邦人傳道。哇，好嘢嚇！彼得向猶太人，保羅向外邦人係啦。咁第七條咧就保羅責備彼得做乜嘢啊？責備佢言行不一，一面教導福音，一面行與福音嘅真理唔合嘅行為。佢做咗啲咩嘢咧？因為食飯嗰陣時，係啦，食飯嗰陣時，佢即係同嗰啲外邦人一齊食飯，係啦，見到嗰啲猶太人，佢就裝假。係啦，食飯就冇問題嘅係咪？即係12章12節同13節嗰度講。冇錯啦。佢同猶太人外邦人食飯，咁呢個係好嘅，咁即係合一。點不知耶路撒冷嗰啲人嚟到，佢就分開咯喎，即係本來食下飯都行開咁樣，好怪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就俾保羅睇到啦，咁即係就斥責佢嚇，就因為咁樣緣故。咁第八條咧就為什麼彼得要咁樣做咧？做乜要行開咧？佢驚住俾一啲猶太信徒議論。係啦，驚俾嗰啲人睇到咧，就因為奉割禮嗰啲人咧就唔要同外邦人一齊噶嘛，佢哋不潔噶嘛，同佢食飯唔得噶嘛，咁所以驚俾嗰啲人話。
咁啊，第9條咧就喺第2章18節啦。我素來所拆毀的係指乜嘢啊？呢個保羅所講嘅律法以稱義。係啦，要遵守律法先稱義，即係保羅一路都係講呢樣嘢噶嘛，係唔需要噶嘛，係唔得噶嘛，係做唔到噶嘛，係要信耶穌先可以得救噶嘛。所以佢呢個素來所拆毀，即係即係拆毀呢一個咁嘅理論啦，就係先至要信先至得救嘅。第10條咧就保羅喺呢一章嘅結語係乜嘢啊？責備。我都打咗出嚟。安提責備。安提。就呢個啦嚇。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邊活着。呢一章嘅結論啊，即係信咗耶穌就已經同主同死，所以同活嘅。第11條咯喎，在這章從保羅彼得身上可以學習啲咩嘢呢？好似彼得咧，知道自己做錯咗，就要謙卑接受人哋更正。係啦，呢個就係彼得啦。保羅咧？保羅就發現教育會有異端，就要有勇氣同埋有智慧嚟到對付嗰啲人。係啦，保羅有堅定嘅心志為真理打仗，啱嗰樣嘢就要企出嚟講嚇。彼得就在錯失當中謙卑接受更正嚇。咁呢啲都係我哋從呢一章裏邊睇到嘅嚇。咁有冇咩問題咧？係我哋主要就係呢11條啦。上一次咁我同時俾大家可以即係温一温第2章講咗啲咩嘢。